过来看到水公司台东的二家净水厂，去年有甲业者合作，设全台湾第一个自来水发电厂，一点钟会当发电130度，每工会当供应200户用电，已经稳定成功发电1年啊。今年日嘛开放予民众来参观。受邀请民众围伫50平大小小水力发电厂玻璃壁，真好奇想要了解水涡轮发电机是安怎甲自来水结合发电，是不是会造成自来水受污染？这个设备就是设置的时候要求厂商不能够做油的润滑不行。没有油都没有声音。台东县二家净水厂是自来水公司去年甲发电业者合作，建立全国第一个用自来水发电的厂区，用原水进水落差50多公尺的水力，一工发电量会提供200户用电。不过自来水发电也佫爱克服水源稳定加水压问题，目前已经解决，用稳定发电，则是开放予大家来参观，予大家用支持自来水发电。未来也会陆续利用其他净水厂来发电，投入国家的力量发电。那未来我们在台东地区，我们也会来寻找相关的净水厂，有类似丽家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净水厂，像这个泰安净水厂啊，或者是这个关山净水厂，我们都会跟厂商来一起来评估。自来水公司表示，小水力发电伫其他国家已经发展真侪年。自来水发电是一种资源多元利用，而且卖电和台电也增加收入，用来改善自来水设备，同时也有带头作用，互国家开发更较侪发电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